喂，大家好，又我康神啦。咁其實好多人都會聽過我介紹片咧，就話單程路、雙程路。咁單程路同雙程路有咩分別呢？嗱，我而家身處咧就係單程路段，舉高俾大家睇下。單程路咧，兩邊你要泊車嘅話，大部分時間你都需要上駁嘅。咁啊，預留翻中間一個空位啦，就俾啲大車或者平時啲居民出入嘅。雙程路呢，兩條馬路。左右兩邊車，你可以唔需要上駁，中間位都好多空間你可以走動嘅。咁所以嚟講，雙程路段呢就係比較多街坊都中意嘅，因為你出車啊、褪車啊、掉頭啊都快啊嘛，亦都好方便。咁我今次介紹嘅呢間屋就係位於雙程路段10500有裝修嘅單位，後面就唔對屋嘅。經過大門口閘門入屋呢，前面有個前花園空間，可以要嚟泊車。側邊呢有個花園通道位，8尺闊，亦都可以泊好多部車。前面業主呢做咗洗衣空間，而原花園通道一路行入去就係一個單邊嘅後花園。呢個後花園呢係唔對屋嘅，出邊係一個馬路，所以望出嘅視野感覺呢都比較開揚。由後花園入屋呢，前邊就係一個客飯廳，一個長方形嘅設計。業主呢度呢就連住後花園嘅部分作為飯廳位置，中間呢就係作為一個主廳，而廚房呢度呢，出邊呢個位置就作為一個小小嘅偏廳使用，仲有個玻璃趟門係通返出去前花園。客飯廳呢全部鋪晒啲方格磚噶啦，而客廳側邊個牆身嗰度呢，仲有個採光窗係望返去花園通道。前花園度望出去嘅視野感覺亦都係比較良好同埋開揚。前邊呢就係雙程路段，泊車比較方便啦。呢間屋係屬於1050型，實用面積1035尺，附帶咗一個1172尺嘅花園。門前係雙程路，泊車係好方便嘅，而後花園亦都唔對屋。呢度做咗一個開放式廚房，係一個 U 型嘅設計，用電磁爐煮食，上下有啲收納位置。而地下洗手間呢度亦都校咗花灑，亦都安裝埋浴室寶。而樓梯底下面仲有少少地嘅儲物位置，可以要嚟擺好多嘅雜物。呢間屋係2層嘅戶型，3房1套嘅間隔，係市場上比較少有嘅。沿樓梯上嚟1樓就去參觀寢區啦。樓梯嘅右手邊就係浴室洗手間，有窗，屬於明廁，做咗企缸嘅設計，亦都安裝埋浴室寶。而呢個浴室呢，右手邊呢個凹位做咗企缸，令到成個浴室個感覺呢就寬敞咗好多。呢個浴室嘅設計都係比較少見。浴室嘅隔離就係第一間客房，入門口嘅左手邊係有入場嘅衣櫃，右手邊亦都擺咗啲衣櫃添，方方正正都可以擺到5尺嘅雙人床。走廊中間位置第二間客房，有個採光窗係望花園通道位，門口嘅左手邊有個衣櫃，睡床就挨住牆邊安放，床尾就可以擺埋化妝台。而主人房間呢度做咗套房嘅設計。佢個景觀主要係望返錦繡花園入邊嘅雙程路位置。業主度呢純粹係擺張3尺床嘅啫，但個空間完全係足夠擺6尺嘅雙人床嘅。套廁浴室入邊亦都係做咗企缸設計，亦都比較企理。當然有窗，亦都安裝埋浴室寶俾你噶啦。最後呢間屋亦都有閣樓嘅空間俾你，做咗抽氣扇同埋校咗冷氣機，適合工人姐姐居住。如果大家對呢個即刻可以拎包入住嘅單位有興趣，記得快啲聯絡康神啊！多謝晒，拜拜，下次見。